美貌係咁最唔值一提嘅優點。我見過太多執着於顏值焦慮嘅女仔，但張小慧令我深刻咁明白到，真正有風格嘅美人，美貌從來都係最唔起眼嘅加分項。佢嘅基因風格咧就係典型嘅大量感曲線型浪漫型風格。呢種美唔係單薄咁好嘅，而係由我哋嘅穿搭到靈魂都透住嘅豐沛同埋勁。越品味就越令人着迷。佢嘅穿搭絕對係浪漫風格嘅教科書，級別示範。好多人覺得佢哋衣着品味係靠賺錢，但佢從來都唔追逐潮流，只係忠於自己嘅風格基因。浪漫型風格嘅關鍵係咩？就係柔軟，係曲線，係氛圍感。張小慧將呢一點玩到極致，佢喺衣櫃入邊永遠都唔少得真絲、當面、絲絨，就係呢啲自帶光澤感嘅布料，貼身又隨順，啱啱好勾勒出我哋女性豐盈嘅曲線，唔似硬挺啲布料嘅生硬，仲會割裂身形。你睇啲成日着咗大 V 領、方領連身裙，唔係為咗露肉博眼球，而係精準咁放大咗浪漫型嘅近微感，露出嗰條咁細嘅頸部線條，成個人都氣場全開，完全避開咗細領口帶嚟嗰種緊束感。更絕嘅係佢哋搭配邏輯，睇落好鬆弛，實際上充滿技巧。佢中意着一啲長款嘅針織開胸衫配收腰裙，重誇咗開胸衫中和嘅裙裝嘅精緻。腰帶一收，又凸顯咗腰線，將我哋嘅曲線美藏喺慵懶入面。小香風外套配直腳牛仔褲，更加係神來之筆。硬挺啲外套帶點利落，柔軟嘅牛仔褲添咗隨性，再踩翻對細高嘅鞋，成熟女性嘅風情即刻就出晒嚟，完全唔會顯得刻意。色彩上佢亦都從來唔會出錯，奶油色、燕麥色、酒紅色就係呢啲復古嘅色調襯到嘅皮膚透亮，呢啲先至係高階衣着品味嘅精髓。要令衫為風格服務，而唔係被潮流綁架。但如果只係講穿搭，你就太少嘅張小慧啦。我一直喺度強調，衣着品味係我哋外在嘅表達，內在能量先至係風格嘅底色。張小慧嘅美核心在於佢嗰股打唔低、壓唔扁咁嘅。邊個未經歷過人生低谷啊？負債2億5千萬，被貼上敗家女嘅標籤，被全網口誅筆伐，換轉係其他人可能一早崩潰嘅。但佢偏偏唔會，一邊同時接18個專欄熬夜寫稿，一邊開時裝店做買手，夾硬靠自己嘅雙手還清咗巨額嘅債務。最難嘅時候，佢依然保持住體面，着真絲睡袍，用精緻餐具，唔係矯情，而係骨子裏邊嗰份驕傲。生活可以落魄，但我哋對美嘅追求永遠都唔可以丟失。就係呢種喺廢墟入邊依然向陽生長嘅能量，比任何華麗嘅衫都更顯高貴。依家61歲嘅嘢，更加將浪漫型風格嘅內核演繹到極致。佢唔強求留住青春，坦然接受面上嘅細物，但就靠住規律嘅作息同精簡嘅護膚，保持住紅潤嘅氣息同靈動嘅眼神。佢亦都唔追求骨感嘅身材，保持住豐滿嘅輕嘅體態，啱啱好可以撐得起嗰啲有質感嘅衫，自帶一種珠圓玉潤嘅貴氣。佢嘅能量管理亦都值得所有女性學習，唔好糾結嘅人哋嘅眼光，將所有精力都擺喺我哋熱愛佢上面，專注住衫，專注分享，專注生活。呢種由內而外嘅豐盈，令佢成個人都透住一種鬆弛而堅定嘅氣場。有位同學問我，3老師，我同樣係曲線浪漫型，點解我就着唔出張小慧嗰種感覺呢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佢哋美從來都唔係靠衫堆砌出嚟嘅，而係靠嘅人生閱歷沉澱落嚟嘅風骨，靠歷經風雨但係依然熱愛生活嘅能量。着衫技巧可以學，但嗰種唔向命運低頭、唔向世俗妥協嚟咁勁，先至係冇風格嘅靈魂。張小慧用一生嘅證明曲線型浪漫風格嘅終極魅力，唔係柔弱嘅體微，而係柔中帶剛嘅力量。頂級嘅美唔係天生嘅顏值，而係我哋歷經沉浮依然保持體面、堅守熱愛嘅人生態度。咁所以我成日話，我只能夠幫你諗見你自己，但你係咪撐得起你自己，始終都要靠你自己。